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11日，诗篇70篇40安尼讲：愿一切找你的，因为你欢喜快乐。愿遐羡慕你救恩的，常常讲，就尊上帝最大。三角来祈祷，主啊，你是极其圣洁甲英美的上帝。你的阳光遍照伫全地，无生命通比。主啊，你是慈悲甲疼痛的天父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定，因为对古早到现在，到永永远远，你对阮的恩典甲疼痛，永无离开阮。主啊，你喜爱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敲找你的面，求你就帮助阮，互阮也喜爱找求你的心意，仰望你的慈爱甲怜悯，因为你有应允，紧若找你的，你就要互因欢喜快乐。愿阮羡慕你的救恩，常常尊你最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欢喜咱来常常亲近伊，来调剂伊的面，就伊要赏赐咱欢喜甲快乐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